以就把这个跟这个这两个斜斜的先绑在一起哦，拉两个之后，然后你把这个绕起来，绑在这根绳子上面了，这样你可以，所以它可以比较飞顺哦。然后你也可以绑下面，所以它上面也有绑，下面也有绑。所以重要的是，你这两个弄起来之后，上面这里要绑一个，下面这个地方要绑一个，所以它这一根就不会动了。这里有一个绳子，这里有个绳子呢，改懂吗？然后它就改懂吗？复杂。I pomodori. 自己来看一看吧。看一看番茄。这个是小番茄，圣女小番茄。这个是黑柿。黑柿番茄，是吧？这个是黑柿，可是它只有这些而已。嗯。这个也是黑柿吧？不是。是。giallo. Vediamo quelli di là. 这个是桃太郎，这个是桃太郎，就我说的那个日本的那个。Questo ne ho fanci. 这个是牛番茄。Questo anche ne ho fanci. 就是牛番茄，它长得比较漂亮，我觉得。是。这个是，我觉得这是橘子色的番茄。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紫色的。Ragioniamo un po', shine. Che peperoni. Direi sicuramente ne ho fanci questi. 那你要牛番茄吗？你不是要黑柿番茄？我们有30个位置，所以我可以放一些牛番茄、黑柿番茄、牛番茄、小番茄。我比较想要种桃太郎。对，这个也可以。这是什么番茄？这个是小番茄。这个是小番茄。这个一定要买。买8个这个。8个番茄。8个，剩下的6。8、3、24。这。6个牛番茄。其他的是8个。OK。8个小番茄。8个那个黑柿番茄。8个那个日本的那个你说的。6个那个牛番茄。OK。你觉得怎么样 ？OK。Approximately 10 hours later. 我改变我的想法。现在我决定了，我要都是每一种6颗。6个这个紫色的。6个紫色的。6个那个小番茄不同的。圣女小番茄。6个牛番茄。6个牛番茄。6个那个你说的那个日本的桃太郎。然后我不会买那个黑柿番茄，因为长得不太好看。是啊，它长得有点不太健康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别去别的地方。OK。所以这个6个。OK。第一个是这个。6个。
色的，要6颗。6分钟了。kun说24颗。对。所以你就有6颗黑市，没有。我不能买，这个可以买小一点。那买吧。那4颗这个8颗那个。4颗吗？这个就买4颗。好。桃太郎。谢谢。叶子跟你结的。好，谢谢，比较好，不让人看。紫色的圣女小番茄，真的好可爱。淘汰。牛番茄。180，这个半价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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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。